1962年8月初5，20世纪性感女神玛丽莲·梦露1962年的今仔日，伫加州洛杉矶的厝内离奇死亡。虽然检警认定讲梦露直接的死因是食伤济爱困药啊，不过因为梦露在世时甲总统甘乃迪真亲密，所以讲有真多人认为伊的死因并无单纯。亚洲金融风暴过了后，1998年的8月初5，金融投资家索罗斯结合国际操作专家，针对香港展开前后2礼拜攻击。伫股市、汇市、期货市场上，甲香港特区政府甲北京政府伫车拼。买手香港动用所有外汇准备金，将港票甲美金之间联系汇率甲固调咧，将香港股市扭起来，和这个索罗斯等人败退。洋基强打 ERA 伫2007年8月初5对堪萨斯皇家队讲出个人第500记的全垒打，这是大联盟史上达到500封的选手上少年的一个人。江无彩是火无拍日红，5年后因为食禁药，无大联盟禁赛211场，煞变成终身禁赛以外，无人禁赛场次上济大联盟球员。